你要那种吗？像那种就是先有一个过程，然后他们才全部的声音不见，然后你再回来里面说，荣华夫人这样好不好？对啊，你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子。对啊，不会啊。那真的就是不要吵。对，然后他们就伊克在那个故事，其实他想讲的是一个放下了，就是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必须面临到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些情感嘛。那刚好我们用阴间转世这个东西，所以当一个鬼魂他必须要转世的时候，他必须放下。那他就直接醉起来，就直接唱一首歌，要不要？歌仔戏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亲近民众的、朗朗上口的，所以就会觉得，那在现代我们要给观众看什么样的歌仔戏，它也许更应该糅合一些现代的元素、现在的拍摄手法、现在的美学概念。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画面的范围里面，让演员有更多的舞蹈动作跟走动。但是还一样结合原来传统戏剧的元素，就把那个身段带到荧幕前面，然后跟摄影机的运动做一个结合。王姐啊，王姐买多两个回来啊！你又袂讲啦，我哪有啦？你这看金人。太快了，我还有蛋糕。还有他们，我就很放心，因为他们都已经把角色很快就已经抓起来了，所以其实他们那些丢接啦、台词的丢接或者戏的你来我往都很顺。有时候他们自己会加一些小的台词，或是自己有一些想法表演，在走戏的时候觉得这样超棒，那个感觉，那个当下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好有趣。我爱食咸的。我爱食咸的啊，好了嘛。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可以从这个戏里面找到一些生命经验可以去对应的一些情节、一些情感。你有3票，就应该。因为我之前没有当过电视剧导演的经验，所以这次也就是跟李宗一起这样子，应该是蛮委屈他的。但是我跟他我们这已经将近8个月，每天看到彼此，我想接下来应该就是暂时不想来看到他。哦，这样就好，好，要讲好地对。因为后面讲九华定型最难，因为在学校一开始会觉得说会不会到时候现场吵架啊，定型的意见又很强啊，讨厌死了这样。然后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有一种默契，比如说我们看到画面，突然同时间想到一件跟画面没有关的事情，他突然想到说啊，我这个镜头后面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时候应该要出现什么东西。然后其实那个就很像心电感应一样，我们突然同时想到那件事情，比想象中的来得顺利。本来想跟他吵架都没有机会吵架，觉得有点可惜。